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今晡日福氣類呢個節目。今晡日醫療單元講乜嘅咧？可能係非常重要嘅知識。你講嘅係傳染病呢件事情。大家會想講哦，你係乜嘅東西？其實佢嘅範圍咧，就你講地台，唔講咧，我了解嘅東西也非常嘅重要嗬。講到呢邊咧，大家咧邀請你今日來賓係乜嘢咧？係來自聯信國際依然呢講感染管制室羅水儀先生。大家好，我係聯信國際依然羅水感染管制師。今日東方戲做得來到福氣類嘅節目，老大家講傳染病嘅認識老預防。好哇，今日老大家講，大家來講傳染病，大家就講傳染病哦，比如講2003年嘅呢個 SARS， 其實係一種，希望幾年前大家喊。真經歷過嘅，呢個 COVID 嚇未算係一種，唔得像樣樣哦，呢個比如講呢個登革熱，就未算香港，做啲安泰，未做啲大家好像直接會談到嘅都算，咁個所以基本好好啦，大家來分享。一開始分享之前先嚟講一下動特別嘅名，有啥名呢？你們係因為你愛第一擺做基本嘅單元，愛講第一按到感染管制師，感染管制室。做啲好好咧講下，你係乜嘅工作嘅內容哦？依然嚟感染管制師主要係嘅依然嚟防疫守門人哦。那我們的主要工作呢，主要是這一個有關這一個法定傳染病的一個通報。好，那另外的話可能會有這一個醫療照護相關感染的一個監測、抗生素跟抗藥性的一個管理。那另外的話可能會制定一些感染管制政策，好，辦理一些教育訓練。那如果碰到這一個群聚事件感染，以及這一個遇到這個新興傳染病的時候，我們要能夠快速因應，避免這一個傳染的一個散布。OK， 所以係咩講？也是要常常幫醫生上課。不是那種上課，就是也是要，因為你們跟他有動親密嘅關係嘛，做咩？就是因為師兄，剛才先生講嘅，你算是一個守門員的一個角色，對不對？哈，如果以傳染疾病來說，也算是一個很前面就要布局的那個角色，就這樣講吼。好，我講你一時基本嘅讓你個鄉親朋友來分享一下當從嘅角色。不過一開始來講嘅時間哈，是講其實按樣嘅走勢，就是以你們的工作來說，比如說我們說 SARS 好了 ，SARS 或者是 COVID， 你們算不算是也是在一個很危險的族群裡面？應該是說，在這一個整個防疫的過程呢，我們要決定的是說，這一個感染的管制政策要怎麼去推動。OK。那像剛剛說的這個像醫師的部分，哈，那第一個的話，我們常講要 TOCC 嘛，哈，就是說他要先辨識這一個疾病的一個風險。那一旦有這個疾病的風險的時候，後端我們要做的就是可能一些隔離防護的措施，包括他的一個像剛剛講說要跟醫師教育訓練的話，包括他這一個防護裝備怎麼穿脫啦，那這一些都是我們的一個工作的一個範圍。對。好，咁個講到你係先對，你對你有一定嘅了解過後咧，你老大家咧分享是係講，你特別講到按樣嘅感染，你就好簡單來講好咧，大家是咪講做乜嘢會扯到咧？好，你講就做乜我要發生乜嘅事情，我做乜嘢會扯到，所以你了頭一開始到大家咧分享嘅是係，你講感染的3要素，吼，三大動重要嘅免疫。就這樣講，係講你上場免疫你都有，你是會扯到；係講你上場免疫，係講要其中一隻冇，你可能是唔會扯到。就這樣講，吼，好，一開始有了3隻感染源，一般來講的話，哈，這個要講傳染病之前，我們就要先大致要說這個什麼叫做感染，哈。那感染的部分的話，一定有這個3個要素，哈。第一個的話，一定要有這個所謂的感染源。那這個感染源呢，哈，大概就是我們講的一些細菌啦、病毒啦、寄生蟲啦或者黴菌，那這個叫感染源。那第二個要講傳播途徑，那我們的傳播途徑包括這個接觸傳染啊、飛沫傳染啊、空氣傳染、病媒傳染以及媒介物的傳染。那第3個一定要有易感宿主。那易感宿主通常就是這個神煙啊、龍煙啊、哈，免疫力不好的煙啊、哈，好容易被吹到，比較容易得到哈。那所以我們在感染管制的一個政策的部分呢，當你只要那個阻斷其中一個關聯呢，這個事實上這個感染就不會發生。比如講，可能有感染源，可能有途徑，也有可能有毒道。不過我們解了是個身體非常的強。
那就動空氣，比如講啦，哦，所以你是好唔會幫你找到。係，比如講你改良時可能拄好哦，身體動氣，其實一絲絲嘅。可能沒營養錯，一點點你是不會猜到嘞。哦，因為你不一定是暴露在大量的感染途徑裡面，可能只是不小心進口一下。咁講嘟嘟你的身體動尿，你是不會猜到嘞。哦，那一般來講的話，在感染這一個3個要素，我們叫做感染鏈。那我們在感染管制做的部分呢，其實就是阻斷他們之間的一個關聯。哦，好，那阻斷他們之間關聯的話，比如說在感染源跟傳播途徑之間的一個關聯，那我們會做的事情就是消滅這個感染源。那消滅這個感染源，通常我們會做的呢，大概就是這個所謂這個病媒防治，好，或者是說醫院的環境清潔消毒這樣子。好，那如果說這個傳播途徑跟易感宿主之間關聯，那我們就會依照這個傳染的一個途徑呢，哈，去做一些隔離的一個防護措施。那如果說易感宿主跟感染源之間的一個關聯，我們要阻斷，那我們常做的話就是這個有關這個疫苗的一個施打，好，讓自己本身能夠抵抗這個疾病，那感染就不會發生。而且我起到推辦倆經驗，其實動都該挑緊，比如講之前有訪問動都該線上疫苗啦，越來越多，還是都疫苗該年齡也下降的。比如講可能之前上個月訪問該線上，我們講什麼一個，比如講那個疫苗，就是女性的婦科的，比如說像子宮頸疫苗，對，好，比如講子宮頸疫苗，頭擺可能叫水醫生做啲免費，因為你下降到啲學校，你也強用嚟做宣導，對，所以就要動到個疫苗，所以我知道你是從係線上講嘅，係講你下有疫苗嚟講，打疫苗是不是推廣講流感疫苗也好啦，子宮頸疫苗也好啊，動到個疫苗嚟打，佢其實係當好個預防，等於是講你只減少佢發生個機會。哦 ，OK， 所以也是係講阻斷，對，阻斷，阻斷嘅3個要素。咁講到兩片，你係讓大家嚟分享，係講你上週對大家嚟講係忽然從來，咁講你講嘅是比較大塊。現在比較大塊，那不是針對某一個具體的來講。講到兩片呢，你還有看到下一種是講，其實是係，你講上一段節目講嘅，上一段講嘅係好睇嘅，你下講嘅時候，比如講，像疾病我們兩邊講到，像係某一套淋病、艾滋病，像它的傳染途徑，比如接觸傳染。對，你就會看到大家的分享，比較像是衛教知識。你我們做啲用應該做預防，還有其他嘅，比如感冒啊。一般來講的話，像接觸傳染的部分的話，這一個剛剛講這個常見的大概就是這個淋病啦、梅毒啦，還有艾滋病這一個，那它是屬於直接接觸。那直接接觸的話，就是所謂的一個性行為的一個模式。那我們預防方式就是要那個安全的性行為。好，那所謂安全性行為呢，就是全程使用保險套。好，那這個叫做安全性行為。那飛沫傳播的部分的話，可能就是這一個我們常見的感冒啦，或者流感啦、新冠，這個是所謂一個飛沫傳播。那空氣傳播的話，包括這個麻疹啦、水痘，那這個是屬於空氣傳播。那不管是飛沫傳播或空氣傳播，它是借由這個吸入，好，呼吸道吸入感染的。所以一般來講，我們常常就是可能要戴口罩啦，哈，那個洗手啦，哈。那剛剛講說，如果有疫苗可以打的，我們就打疫苗，像這個流感疫苗啦、新冠疫苗的部分，可以預防這一個感染的一個發生。那第三個的再過來第三個的話，就是所謂一個病媒傳染。那我們所知道這個病媒傳染比較常見的，大概就是登革熱啦，還有這個瘧疾的部分。那這個登革熱、瘧疾的部分，它主要是借由病媒蚊傳播，所以我們要做的是，就是不要被病媒蚊叮咬。那可能的方式，可能我們就會所以快點清潔凍蟲擾。對，那最後一個這個媒介物傳播的話，就是所謂接觸這個污染的一個食物跟水。那比較常見到的，可能就是我們平常這個那個食物中毒。好，那食物中毒的話，那個要預防食物中毒，那我們可能這一個處理食材要洗手啦，哈。那食材選用可能要新鮮的啦。好，那另外的話，你的生熟食要分開，然後食物要徹底的加熱，好，保存溫度要適當。那這樣的話才不會這個拉肚子這樣。其實我想看電視嘅，想起要睇地圖啲安樣嘅地勢啦。不過基本上10個禮拜了，大家都盡力去來對提醒大家，你一陣係做埋講，大家因為知道講
COVID 嗰段時間冇算哦，上次因為前頭要等於上班嘅時候，基本大罪人呢，是因為講其實你大罪人，其實上次係報復平因哦。我唔係講自家天天，因為比如以前你自家有一些反倒，係講因為錯，係講因為喝酒，是咪要你講病源嘛，從冇基本做抗疫地圖，所以係講同佢身體感染啊，佢可能是有可能咪幫佢切到，所以你是有可能咪反倒啦。講到兩邊是咪講係講自家有一些反倒去到錯公差也好，錯橋人也好，去到身體好多敏感嘅時間，你是可能責任的代替咯，一定係一種啦。係冇是講而家熱天到咧，有冇大家譬如東東門咧，尤其係鄉下，上次鄉下肯定要東東門咧，所以上次放下個水桶啊，嘛個東西，寬嘅做得好清潔，是做啲預防。所有東西都係盡量的預防，就唔會俾你踩到。還有嘛個凍瘡個地區，我大家嚟分享先聊下，你等下再嚟講。東方宇宙的繞牆來自聯繫國際依然嘅露水欣賞乾淨事來到節目地圖吼，然後大家來了解，其實不論係斜道啦、速道啦，其實了解地勢係當基礎嘅地勢，大家很會了解。上台節目有好多聊講一下到底係用應該透露。咁講我知道，不論用呢啲有隻凍瘡嘅觀念，我知道了下有疫苗做啲打，大家還是愛去了解。因為當因為覺得打疫苗哇好可怕哦，其實沒有那麼可怕。好，所以有正確嘅地勢，正確嘅地勢，還係講你知道要符合自己的，所以去打是好事。昨天講嗎？昨天，因為麻疹來講的話，哈，呀媽誒，哈，春媽可以得動的，嘿，春媽的部分的話，哈，一般來講的話，因為它的傳播力很強，那平均一個人可能可以傳到那個18個人，所以大家早期的時候，如果沒有這一個疫苗的時候呢，大概每一年都會這個有麻疹的一個流行啦。哦，那現在如果已經有開始有疫苗的時候，那偶爾的部分的話，有些人可能會因為這個打疫苗之後沒有抗體消失之後才會得到，那大部分的話都可以有這個疫苗的一個保護。從我是有春媽講，我媽媽攏愛講，我春媽的時間係我塗有機人嘅時間。其實我根本是唔定我春媽。我講媽媽是講哦，該東西是為因為很癢，凍開啊，還發燒，所以叫貴到都睡唔聽。唔定用個3月剛好跟媽媽去員工旅行，我媽媽講嘅啦，所以我是想講哇，可是你一下係講凍到個後生嘅，我冇記到講，已經都有春媽嘅經驗冇，記到是咪講冇？所以記到是從先生講嘅1972年過後出世嘅聲音，該東西是還有機會就得達到春媽嘅疫苗，我講你係疫苗嘅重啦，咁我哋先去了解一下，係講春媽睇底要按樣嘅鏡頭從冇？錯，發燒。一天會發燒，天又會臭，會流鼻水，然後還有可能有的人可能有結膜炎，然後過來的期間哈，只會全身起紅疹。那全身起紅疹比較特別的部分的話哈，它是從耳後開始起紅疹，然後到臉部，那臉部之後的話，它就擴散到身體，然後到四肢，這個是比較特別的一個紅疹的一個分布的狀況。到底係幾多幾就會好啊？可能係2禮拜，2禮拜。好，咁春媽用嘅時候，都冇喊我出去，因為佢會傳染，仲未出去錯嗎？係啊，會傳染其他人。你要講到上一台節目要講到，其實傳染嘅路途動道，比如講空氣，所以春媽是係空氣。係。那一般來講的話，按你講嘅世界啦，只有可能有一些個飛沫嘛，飛沫這個麻疹病毒的話，它因為很小啊，所以它就會隨風飛揚。那隨風飛揚的時候，如果大家在強加提放的期間是不吹到。係當然係講呢個成因春媽，比論講都不好，咁你貴不好你所以好注意，除非講你有抗體的出國嘛的沒係冇是打過疫苗的，係冇係講只是冇以後搞傷口。比論講，我是舉例，因為你係講去到好搞傷口，你有可能會吹到其他嘅人。錯。好，你看你阿咪係一隻凍瘡啦，大家要了解嘅事情哦。講到你還有大家特別當熱天嘅時間，無論用營養蟲也好，冇營養蟲也好，新聞都會報嘅是登革熱。
熱，好，俩天沒凍蟲擾，寵物，登革熱的部分的話，哈，它主要是蚊子傳播，它不會人傳人，蚊煙傳煙。好，唔夠個，假如該觸到該登革熱煙哈，本呢掉到，本呢叮到的時候呢，這個蚊子呢，它就帶有登革熱病毒。那它再去叮別人的時候呢，這個就會感染這個登革熱。好，所以它主要的一個傳播模式。如果他一個人叮5個人呢，一個感應，那五感應，五感應是會感染登革熱。好，所以因為厲害因為熱帶跟亞熱帶地區呢，其實都很多的一個蚊子。OK，那這個蚊子的話，在台灣大概就是2種，一個叫做白線斑蚊，一個叫埃及斑蚊。那如果被斑蚊的蚊子咬到的時候呢，就有可能造成一個傳播。好，所以大家是會覺得有一些，我記得挑白動到年之前，大家觀念冇很清楚，所以大家會哇整理環境。有沒有？你講就是不能積水啊，什麼？對，比如你倆講到登革熱，該整條像會發燒、跳哪痛、關節痛、肌肉痛，係講你講動陽蟲該，還有可能會抽搐，還有可全身會起紅疹。OK， 所以怎麼辦呢？用該塞來做沖球。第一個的話就不要給蚊子叮的話，就是穿長袖長褲，要穿淺色吊葉棉啊。吊棉，所以那第二個的話就是可能要適當的使用這個防蚊液 ，OK， 防蚊液。那第三個的話最好就是沒有蚊子，好，默默呢是不會感染 ，OK， 好，所以我們就可能要做這個積水的一個清除。錯。不過講到兩邊，你又講到春媽，你講到像係登革熱，像特別水痘，俺們係拖過小改時間又一擺轉移不下。就起到兩邊，講幾兩片雨了風嘅，然後嘛，唔知該係乜嘅東西啊，分因為細分唔清楚該係咩登革熱嘛係乜嘅，因為該東西信上講登革熱很凍等音講，我就想說怎麼辦？用該塞，用該是聞不下感應，然後看下，你那應該係水痘，好，該沒算係一種錯嗎？錯，也是這個屬於空氣傳播的一個疾病。所以大家該東西細時間以後搞讀書係馬上傳不來，所以該東西其實都半上係講就是感應得到，一般來講全部就被天天得到。該東西啦，該講該細該時間啦，哈，所以你下大家就要注意啊，哈。不過講到兩片嘅時間，其實有大家有發現，譬如流感、動陽蟲嘅時間，成日係講流感是咪模擬傷口？因為在學校，比如講腸病毒、衝病毒，然後流感都好搞的交叉感染非常感嚴重。尤其是那個腸病毒。那腸病毒的話，通常這個小朋友成年人好容易哈，5歲以下小朋友就比較容易這個有症狀。那這個一旦這個有症狀的時候呢，他又去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時候呢，那這個就會互相交叉感染。那怎麼辦？用該塞？一般來講的話哈，那個第一個一定它是經由腸病毒是經由飛沫傳播跟接觸傳染嘛哈。那飛沫傳播的話，我們就是可能要戴口罩。那如果是接觸傳播的部分，可能就要洗手。那因為這個環境裡面可能會也有腸病毒的一個存在，那這個時候呢，環境的清潔就很重要。但是黑妹也模擬傷口。好，第一下這一個國家政策哈，國家政策有一個所謂的727原則。OK， 好，那727的意思的話，就是說，當這一年度有這個腸病毒的一個A71型的一個發生的時候呢，哈，這個班級7天內有2個人哈有醫師診斷是腸病毒，就要停課7天了。這個是目前的一個727原則。流感因。清熱流感因觸到是清熱總的起傷口，哇，全班都要停課。可是我講到了是台教是第你對你來重視，因為這樣子就有可能會阻斷，是用你提起團節目講的，因為阻斷用個傳染個狗倉嘛，因為就是已經過了清一個傳染期，就那樣講嘛，哈。阻斷的部分的話，哈，這個腸病毒來講，哈，剛剛講它是飛沫傳播，哈，所以我們可能要戴口罩。嘿，那第二個的部分的話，那剛剛講就是環境會存在這個腸病毒，那我們就要做環境的消毒。那環境消毒通常我們現在用的大概就是這個漂白水。好，漂白水的話，濃度的話，通常我們市售的大概是5% 到6%，那我們就是用1:1
50的方式，好去做稀釋之後做環境的一個消毒。好高沒恐龍，好，所以大家沒做得起干樣做，都去做消毒什麼又好，一定要。好，講到兩片，所以大家是咪講到哇？你可能你講登革熱是係安樣嘢，然後大家都整理一下。其實一般來講，你個生化地圖咪是做得安樣是做得做預防，其次洗手係預防傳染病最好的方式。其實吼，隨時都洗。重要的時候啊，就是說，如果說那個，比如說吃東西前啦，然後上完廁所之後啦，好，那這個有進出醫院的時候啦，抱小孩子之前啦，那這些時候其實就應該要洗手。OK， 就整體有些水本性上款。對，那通常的話，我們會建議，比如說剛剛講這個腸病毒哈，小朋友如果得到腸病毒的話，可能就要在家休息，就不要到學校上課了。這樣不然的話，可能會傳染給其他的人。錯多錯冇係，還有第三度係講你下，你大家講係講只是做啲打疫苗，你研究該地區過後，是做啲去打疫苗。好，打疫苗其實你下動作中哦，年齡層啊擴大了，好，所以看到政府呢頒布嘛，個用嘅政策係講正式嘅醫學嘅福利，好，條牌還有自家付錢，你下是好唔是咧？哦，講到兩片嘅時間，好，你係另外一種，講到兩片是地講，其實你我未想因為解下廣告嘅時間有問你個線上講，今日皮包地圖有嘛？大家是發現講，佢個皮包地圖隨時都有酒精乾洗手。我昨天問一下冇，你的酒精跟乾洗手是因為 COVID 還是因為 COVID 這檔快去準備？因為之前是有，之前就會準備，因為這一個在防範的部分的話，因為我們沒有辦法隨時濕洗手嘛哈，所以通常的話，我們當手部沒有明顯髒污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用乾洗手去替代這個洗手。那剛剛講的可能懂我白啊，搭公車啦哈，這個按電梯之後啦，或者接觸這一些這個公共的設施之後，那你手上可能有細菌病毒，那隨時的話，你就可以這個在關鍵的時候那個做消毒這樣。好，那你自己會按樣做消毒？對。哇，可能大家是第一號，你非常介重要。條牌其實係 COVID 之前吼，我都只是動稍微講帶隻酒精度，你皮包地圖，不過你下只是大家都會帶呢吼。還有嘛個重要嘅地線，大家都講，你等下陣來講。今日大家都講嘅係傳染病呢一件事情，當然大家會有一種嘅感覺，我是咪是都講蕁麻還好啦，還做得啦，水痘OK 還做得啦，除非係非常嘅嚴重，比如講嘛個你一開始提起團節目是講到嘅 SARS 係冇是係幾年前嘅 COVID， 嗰種是真是大家是會非常嘅驚。不過你有得建立隻觀念，唔係講細你是冇去注意，其實係你係去關心佢。今日大家都分享嘅係當到基礎嘅知識，你了解了知識過後，你行擺係講要看到嘛個新聞啊，比如講打疫苗啊，然後係講嗰隻傳染病嘅基礎嘅知識，你是咪係了解嗰些嘛個東西，你會做嘛個來預防，冇想講自家冇可能咪得到，我知道了解了啲東西是係講對自家會有幫助是安樣。那當然係講做熱愛嘅，因為成日係講做學校讀書，咁熱天到嚟，比如說冷天比如流感啊，流感嘅病毒係冇事，熱天登革熱，其實可能當你講有冇？其實還是有的哈。冇講電腦新聞當大量嘅報道嘅時間，電腦新聞當大量報道嘅時間是係東洋蟲嘅。錯冇好講到你聽了咧就會講起凍蟲嘅事情哦。因為大家會知道你熱天嘅時間比較撇出嘅時間，你講大家是咪講我要出國旅行，我要出去旅行，所以今日開始講嘅係乜嘅東西咧？出國旅行要注意嘅東西有乜嘅？比如講出國前其實係講
你動比較拘謹的，你是真的會去利用個預防門診去做評估。對，那一般來講的話，可能就是說，有些國家的話，比如像非洲國家，它可能有瘧疾的一個流行。好，那在之前的話，你可能要先吃這個瘧疾的藥，或者說有一些疫苗，像黃熱病的一個疫苗的話，你可能要先去打。那要打之前呢，你就一定要去這個旅遊醫學門診做一個評估。我做啲分享，前時哦，因為多年前有一擺我決定要去非洲嘅國家遊療，所以我嗰陣時前時要去馬偕醫院掛旅遊醫學門診，而且我注意啊，都是非常嘅多，所以我要照衫，我要食肉啊，非常嘅。其實冇咁簡單，我講體皮係改變，就是黃熱病跟瘧疾。對，所以你去之前我先食一系列以內嘅肉照殺，再來還要哦，還要持續吃，繼續食到一隻階段，這樣做得就是完成做得個完整嘅療程。所以其實鄉親朋友係講，你都真係去出國去療嘅時間，你要注意，嗰隻國家有乜嘅東西，你要特別注意嘅。當然。你講哦，該係因為你去非洲啊，我去日本啊，不是也是有，錯嗎？對，那就要看日本現在在流行什麼啦。然後如果說比如說剛剛講的麻疹的部分的話，可能就是你要看看是不是自己打疫苗已經超過15年，那這個時候的話就可以評估要不要再補加一劑的這個疫苗。所以講兩件事情嘅意思，你係講要分國家嘅非洲就會安用，日本唔會。其實最重要就係希望講，你要去細漢去了解一下，嗰隻國家了下有乜嘅流行嘅你講傳染病，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總係來保護自家。從我哋台灣有當到嘅朋友，當後去日本來旅遊，你看像係講日本可能是有你講出馬嘅問題，所以大家還係要注意。比如講你去到東南亞，你要注意係咪有登革熱。對，那去東南亞的話，登革熱預防就是剛剛講的，可能要這個預防蚊子叮咬啦，哈，就要可能就穿長袖啦，穿長褲啦，好，那另外的話，可能就是要適當的使用這個防蚊液。OK， 所以出國前的時候，這些東西都要先準備好。好，所以提起專業，還要注意係講你好拘謹，你好專業，係講你對兩件事情懂才藝。我們是建議大家係做啲來了解，希望你是可以利用嘅預防門診來看天醫，加下講到咧，無論你去到哪一片，是盤簽片所過係肯會洗手，最好手機未帶呢，係冇做對嗎？一般來講的話，這個洗手的部分的話，因為這個到處都有病毒嘛，所以通常我們的話在旅遊中的話比較容易造成這個所謂的旅遊者腹瀉，那可能會比較容易拉肚子，所以一般來講的話，就是洗手，第一個就是減少病毒的攝取，那第二個的話，如果說去到比較這個衛生習慣比較不好的地方，可能就要這個建議喝瓶裝水，好，那不要隨便吃這個生食，還有來路不明的一個食物。比如講印度，走印度。對不對？就是一定要喝瓶裝水。對對對，它因為它那邊的水源比較不適合這個飲用。除了洗手之外，其實因為每個人的腸胃的強度不同咯，所以係講呢個時期嘅路邊嘅攤販嘅食物沒有特別來注意，希望可能你就到天上面嘅時間是可以是奧利度，所以你是會好辛苦。好，你是係講去到皮膚係講出國還係要注意啲東西，哈，還有。公共設施再修酒精洗手，還有就是您好多個提防啊，比如說搭乘這個大眾運輸交通工具的時候，那人很多的時候，就是戴口罩的話，可以預防這個呼吸道的一個傳播的一個疾病。OK， 好，我們可能要動貼心哦，還有提醒大家哦，因為它液體還是不可以超過100 ml， 對不對？好，小瓶裝的，好，因為大家係講比如講要大家動東西肯定要注意。好，講到兩嘢皮膚出軌要注意。你講日本可能有蕁麻嘅問題，可能講到東南亞可能會有登革熱。好，你講的大家好冇很注意嘅，就是其他就是像這個前一波嘅
你讀看新聞嘅時間，咪會發現講，你讀特別是啲片要當到嘅，我們說鼠患、老鼠嘅問題，你有貼片嚟講嘅，我喺東南上上，因為特別我記得細細嘅時間係講帶到好向下嘅時間，你大概讀動嘅時間，啊不然水墨也是被起到，個天棚吼天不又上那種，就又是不又上。行來行應該就是想講，哎呦，該買個東西，細細做生意是會驚，有冇？慢慢會講啊，露出啦。哦，你是不是講露出？其實這是蠻危險的，對不對？所以你看，我們這研究了一堆，東新聞講到鼠患，那它也有可能會就給傳染病。什麼？那這一次的這一個疫情的話，是所謂的一個漢他病毒。那這個漢他病毒事實上在老鼠身上它是沒有症狀的，所以它可能帶着病毒到處跑。那帶着病毒到處跑，基本是冇盡頭，所以基本動控田，感覺動控田，所以它那個會到處跑的時候呢，因為這個它經過的路徑的話，它可能會沿路這個可能是這個排泄啊，像尿尿啦，或者是嘔血哈。那這個時候呢，這一個就會這個尿液啦或者這個大便呢就有這個漢他病毒。那這個病毒的部分的話，因為會跟我們的一個塵土一起混合在一起，那所以如果說你在經過的路徑呢有塵土飛揚，你剛好吸進去，那你就可能就會得到這個所謂的一個漢他病毒。這很嚴重哎，要動尿蟲。如果沒有適當的治療，很容易造成死亡。OK， 好，剛才我問一下哦，比如講尿不下，你可能不下，你的發生乜事情，你可能到體內可能又漏出來，排泄物。就是漚洗都該片用於處理。現在的部分的話哈，如果說有這個看到這個老鼠的大便的話，我們通常不要直接去處理哈。那打掃的時候，第一個一定要戴口罩。好，那第二個的部分的話，就是說，大家可以這個用紙巾稍微把這個老鼠屎覆蓋之後呢，用漂白水灑在上面，好讓環境變濕之後不會這個塵土飛揚。然後最好的話就是戴手套再去處理這一個排泄物的部分。你係蠻意思的，所以你甲鄉親朋友講係講你度我還有看到老鼠嘔屎，你冇發到該其實先動簡單該手把那迄個青菜落去掃是好啊，其實有可能因為你掃去個老鼠屎撒別容易感染到安樣個病，因為飛起來飛起來多是不易空氣吸到，還有而且老鼠個嘔尿，它如果是尿在抖尿不它跟你自己原本食用的東西可能有沾染到，或是水源有不污染到，俺每次都還有買非常嘅不一樣，所以簡單講起來咧，莫不老鼠來，不它總得不一帶。當然啦，好，總得不老鼠屎，這樣子防鼠3大原則。好，你嚟講，你嘅意思，你嚟講，因為那東西奇蹟啦，當然你按照嘅意思是用大家要注意，不好洗個東西，就是你家裡要平面又老鼠又按樣嘅忌諱，錯嗎？不要養它。好莫。我相信大家都不喊唔會，有老鼠嘅意思錯，就是你不要讓它有安樣嘅環境，維持到動，要不它帶起來當樹叢啊，住在這裡好棒哦，動都給控電哦，控來控去，特別中風嘅時間提到，有冇天棚啊，然後隔間啊，它有一個洞。他其實會做改片，係講你不怕動東西整理到唔好，改片又洗改東西，改片又洗改東西，不去收來收去是做啲洗東西，安樣是咪危險？所以簡單講起來，大家嘅大概環境係非常嘅重要吼。還講到倆體妹，還有一隻伊波拉病毒，這個咪非常嘅嚴重，大家很好要注意。最近的話，這一個有關這個非洲的這個剛果民主共和國以及這個烏干達呢，就是這個伊波拉的一個病毒感染非常的一個嚴重。那因為我們這個跟這個伊波拉這個剛果共和國還有這個烏干達，其實都會有人去做這一個旅遊。那旅遊的過程的話，有可能就會把這個病毒帶回來。那所以我們這個要防範這個伊波拉這個入境的部分呢，去到這個最好現階段的話，不要去這一個疫區。OK。那第二個的部分的話，如果真的去的話，那記得就是不要接觸這一個野生動物。野生動物，因為這一個野生動物它可能有帶有這個伊波拉病毒。係哦，佢係講動養蟲，佢可能有超過50%嘅機會致死。好，所以去到改變的時間還是先幾隻節目講起來，因為注意嘅東西，你都會注意洗手啦、洗東西啦、清潔啦，都非常嘅重要。唔過係講倆段時間冇
聽錯個4老師莫去改為有聊哈。好，希望你所有個鄉親朋友看今每個節目收播非常個太好，了是大家都聽過咧，我再個一擺提醒大家，當記住個知識很要注意。所以師母先生在多兩篇啦，大家來分享。希望大家好，聽年下來咧，哦，身體咧抗天，所以來做運動咧。